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高仔丁》，我是林品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高仔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啊，生赢是加酒芳，生输就四地帮。这是咧讲吼，以早呢，这个医学无发达的时阵生囝就敢若亲像咧拼命共款若吼顺利生产了后，就会当做话来去闻到迄个加酒的香味。若是懒散吼，甚至讲安尼死去了后就有影会当入棺材。现代医疗虽然讲较发达，但是怀孕10个月对妈妈来讲嘛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但是如果会当伫咧食的方面甲生活的调养方面会当安排甲真妥当，顺利生下孩儿了后这嘛是家庭之中的一个真大喜事哦。所以讲咱先来了解到关于着生囝的这项大喜事。因到呀，嗨，又讲嗨。厝内有红婴仔出世，是家族内底上欢喜的代志之一。照例来讲，顺时生的红婴仔伫咧出世第3天的时，是大人会替红婴仔做第一摆正式的洗身躯，这就是三雕。甲囡仔洗身躯，内底爱掺桂花枝，是一粒石头，是加12个童身然后表示对囡仔的吉利。厝里的是大人，佫会替红婴仔来做胆，祈求因大汉了后会当有胆佫有量。健健康康大汉，以后做一个足有架势的男生哦，爱有胆哦，佫有人会用红鸭卵甲红鸡卵，甲红婴仔的面甲身躯练练咧，祝福囡仔将来会健康佫有人缘。鸭卵面过2身，较好的一面来3天。红婴仔洗身躯了后，是大人会用加酒甲油饭来拜厝内的神明甲公妈。甲因讲厝内佫加一个人，爱因保庇囡仔平安大汉。照顾这个囡仔紧大汉互伊身体囡仔会当一世人健康平安，就是爸母上大的心愿。若要讲到生囝，有影是大代志。所以讲咧大代志就一定要去较注意这一寡微微角角的代志哦。咱当然人一出世到大济这个内底有真济代志爱去注意。所以讲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2位专家，对这是有影真了解。首先呢，咱来邀请到咱的饮食文化专家颜金玲老师，大家好。另外一位这资深的媒人婆、好命婆这是咱的那苗生老师，大家好。当然这个怀孕生囝有新生囝，这是人生的大喜事嘛简老师你甲咱介绍一下以前传统的这个礼俗来讲就讲这个查某人来有新了后要做啥物准备？我会安尼问其实因为今仔要讲的拢是查某人的代志，所以我坐伫遮有淡薄仔碍叫，我敢若会食，甲人看就比讲这个代志我拢无熟悉、无了解，所以这有影是2位专家。生囡仔真正真艰苦，是嘛是一个过程，就差不多要1年嘛开始有新的时阵内家外家就会开始无用开始就爱急酒。急米酒还是急乌豆仔酒开始传一寡爱要生产的物件。是安怎爱急酒这个酒佫有啥物款的用途差别？作用较早人急米酒是爱产妇伫咧食月内爱食米酒水。为什么叫米酒水？就是无食清水，清水唔是讲你煮滚就熟水，唔是，因为清水较重。咱生产了后，子宫较稀较下坠，所以爱温暖。米酒水就是甲酒精煮甲无酒味，纯水，迄个水上该补身体。所以若较功夫的人家内家外家拢会激足侪酒。互产妇伫咧这个月会当煮鸡酒会当食米酒水1个月拢食迄，无食清水。嘛有人激乌豆仔酒，乌豆仔酒嘛是食甲小姐嘛会使食，会使
保持美丽。哦，是啊，你原来还有这个美嘿，感。美丽，学堂就较早拢女人伫咧食，是真侪长辈拢会食。当然啦，内家外家拢会准备嘛。那一般来讲，是是多一家会先来叫。一般是来家啦，啊听新妇嘛，你袂爱有好名声嘛，讲咱听人的查某囝，啊若是外家做会到，外家买做。是啊，拢主要拢是听囝啦吼。是啊，听囝。阮妈妈遐阵的时嘛是饲一人家啊，一人家，一人差不多有偌济啊？食一个月，食一个月啊，饲伫厝内啊2天1只。2天1只，哦，是，啊你真饱，但是啊，这鸡饲鸡了后咧，安胎的药啊，安胎饮，是，还有一寡是补品，是，迄拢爱传互查某囝食。哦，知影讲有心了后就开始饲鸡，对啊饲鸡了后就开始传这补品的这个物啊，吼，就传的。那老师啊，你咧有心的时阵啊，有啥物爱片面的就我进去咯。譬如讲，迄个若有心吼，嘿，袂使徛伤久，袂使徛伤久，袂使徛伤久袂，使听伤久。吼，啊嘛袂使内悬去摕物件，是，这是行讲会安怎吗？行楼梯，楼梯。行楼梯哦，这科学来安尼讲是安尼。嘿，袂使安尼但是吼，你房间内底的物件袂使黑白搬。是。啊，加刀剪啦，迄个加刀刀啊啦，啊是尖啦，拢袂使搭来迄个内底底添。是。系啊，迄加多啦，加日子无好加有诶讲什么鱼啊会起一角，各种讲法啦。其实，咱即摆用科学的迄个观念去想啦，吼，拢是保护迄个安全啦，吼，较莫去叮当着，因为加刀原本若是落伫涂骹，啥去打着啊，受伤安尼吼，迄是对，毋是讲对囡仔无好，其实吼对规个即整个的即生活家庭拢有影响安尼吼。囡仔一出世吼，产妇都爱食地北鸡。吼，啊，若食素的，都地北酒嘛，吼，啊，有诶是看要食酒甜，酒甜，酒甜煮卵，吼，啊是年经瓜酒，年经瓜，吼，啊若过来有当时啊食迄个金桔啦，是，有糖的金桔啦，煮麻油，这拢是地北，吼，头一顿就是产妇生囝了后开始就是生活地北，因为你。生出来吼，腹肚空空嘛，吼啊，咱就感觉讲啊，迄物件爱家放一个物件伫内底，所以叫地白。但即摆人可能较简化嘛，吼，伊有当时啊食的时阵，可能较简单啦，还较简单，无讲像讲遮尔注重吼。啊，即摆营养较丰富啊，是吼，营养较有够啊，迄嘛是有影吼。啊，比如讲即个囡仔若生出来了后，其实对整个家族来讲，吼是一个真天大的喜事吼。啊，一定要甲这亲戚朋友啊，出边来报喜一下，讲啊，报酒，报酒，我这囡仔一出世啊，吼，遮尔款，遮尔济代志应该要去做的代志，吼，哩哩扣扣个面，像讲我这面头前才会哩哩扣扣啊。我感觉讲，像讲老师你甲咱介绍一下，吼，这是生产了后爱地方的物件，对吧？做未来爱做的。这嘛是啊，这边的这种是吼，酒甜加这个麻油加酒啊，啊，像讲这是啊，这边的这边的。这边差不多都是有报酒会用到嘛，还是满月，还是大节拢会用到嘛，像这拢会用到。是啊，迄边，尤其迄金纸，迄金纸较特殊。迄边是拜床母，这是拜床母要用的物件。要用的物件。吼，所以讲这个物件，哩哩扣扣加起来，爱无用30工嘛。差不多啊，迄功夫的人逐工做啊，嘿啊，啊你像吼，那老师吼，伊是好命婆嘛，吼，咱讲好命婆，啥物叫好命婆？就是大家官拢伫的，吼啊翁婿种菜，像那老师的先生是律师嘛，吼啊也有后生也有查某囝，安尼咱台语讲叫做四正。福气四正，是安尼人来看新娘，还是来做门人吼，就表示讲啊未来这个新的婚姻家庭吼会较圆满，所以咱就爱需要一个媒人婆啊。啊，你查甫就讲亲情就好，你查甫就是媒人嘛，啊媒人去讲亲情，啊若看新娘还是其他的这查某人的代志，厝内面的代志，房间内的代志，就爱需要媒人婆啊来。较早较功夫啊，即马生囝了后3日报酒嘛，啊报酒嘛爱一份送媒人婆啊，是吼，感谢伊看成这个好一面啊。是报酒，原来恁伫咧厝内拢是无用这个代志。是啊，啊你每一个产妇的体质无共款，要互伊食的物件嘛无共款。比如讲，伊若是家己有饲奶，啊可能就爱煮一寡较补、较有奶的食物互伊食。比如讲，台南拢会食沙白鱼。麻油蒜白鱼，吼，也是红浸，红浸较贵嘛，吼，啊红浸麻油红浸啦，这种吼较有粘水。是，啊，想到一定爱麻油。
啊，麻油真重要啊！咱较早吼有一句老话吼，叫做定烧麻油，你捌听过无？无，定烧麻油，较早囡仔出世吼，拢有迄个头壳顶这样的吼，肾塞肾塞嘿，拢有当时啊较严重，拢会真严重吼破病。啊，就是爱用麻油去甲伊烧，甲烧掉吼，这就是咧仪式，啊，甲烧掉。啊，烧掉伊囡仔就健康出世。啊，所以麻油吼，麻油咱后来医学讲较补。啊，其实麻油上起早是一种药啊，是来吼咱若烫着啊啥是一种药啊。啊，所以用这个麻油这个一文吼啊，伊经济落地就开始定死嘛。即有这个过程来祝福这个囡仔吼，会当健康大汉。啊，所以嘛放入来即个内底，咱的饮食内底。这学问拢真侪，有影身为男人吼，有影吼真见效。因为毋知影讲吼，查某人生囝辛苦，生囝儿落土了后，佫有这么代志爱无用饲差吼。较早吼，你即个卫生条件无好，吼啊路途遥远，吼有当时啊行转去外景行几若工，啊所以吼卫生条件无好，你袂当确定讲囡仔生落来是毋是有真平安，吼啊无用一寡代志了后，吼传流珠啊啦，啊传即个囡仔的用品啊，差不多心情落来了后3日啦，第3日啊，就爱差不多囡仔就知啊嘛，吼就是知啊，啊知就爱来做鸡酒吼，啊做油饭啊，甲祖先报告一下。第3天吼，除了爱准备鸡酒拜拜拜祖先，甲外加报酒以外，有当时啊，就是即天会开始甲囡仔洗身躯。是，嘿，哦，啊洗身躯的时阵啊，咱头拄看到迄个 VCR 内面，讲即个即个。面汤内底吼，啊内底有真侪，什么叶啊啦，吼，啊还有这石头啦，啊还有这个吼，银角啊安尼。啊这内底这有什么意义啊？像讲这是柑仔叶，柑仔叶，柑仔叶，柑仔叶较特别就是，你看咱结婚吼爱用芳柑仔嘛吼，迄意思就是心甘情愿，糖甘蜜甜，柑仔吼伫个结果的时阵吼，伊有当时啊叶啊真青，啊花嘛开啊嘛结果，就是3代同堂的意思。哦，所以柑仔有一个真大意义伫啊，所以用柑仔吼，啊有诶用桂花叶啊嘛会啦。哦，桂花嘛当，因为桂花叶就桂气的意思吼。啊石头是互你头壳顶，啊而且有诶是会来做胆。哦，啊做胆则袂惊吓嘛。是。啊石头会经较圆、较金骨的，啊较袂歹生地，较袂搞怪。啊你若放金角啊，就表示讲啊，互伊有灾苦，一世人免烦恼食穿。每一项放入去内底拢有意义啊。哦，所以讲应该是，阮妈妈可能迄石头啊捡的时阵吼，无捡了介圆的，哦，因为迄个性无好安尼，歹性地安尼，所以我这真重要哦，大家一定爱像讲老师讲的吼，捡较圆啊，较金骨的，性情会较好是啊，拄则咱比赛内面佫有迄个红鸡卵、红鸭卵啊，你滚迄个囡仔的身躯啊，啊，这个是安怎？啊，用鸭卵来练过伊的面，安尼吼，表示伊面会较水安尼，体型会真水。啊，鸡卵生就是体格好啊，是吼，这有用伊的。啊，若用电豆饼咧？袂使用电豆饼啦，因为鸭卵吼，咱台语鸭济嘛，鸭线，啊，所以咱若歹运的时阵，再用鸭卵来练身躯。练身躯，就是烫脚的意思。是，吼，鸡卵烫脚是出世嘛，是，吼，啊，你这就是你就是破脚就是。甲迄个歹运拍开的意思，所以鸭卵来滚身躯是歹运的时阵用的，所以袂使颠倒头。袂使颠倒头。袂使颠倒头。出世囡仔出世是爱用鸡卵去练伊的身躯。是吼。嘿，袂使用唔着去。但是咱台湾除了鸡甲鸭，还佫有鹅啊，啊，鹅仔卵毋是较大粒，毋是较练较滚嘛，像咱佫无爱用鹅啊，鹅仔卵才大粒。系啊，大粒。你的歹运敢有遐大粒？你的歹运敢有遐尼歹运？吼，而且其实有一个意思啦，因为鹅仔卵真甜，是，啊你拍袂开，啊你无希望讲你的歹运吼，袂当安尼随即个卵壳讲破去嘛，啊当然是较薄壳的较好用嘛。哦，啊用鸭卵是因为伊有鸭济鸭线，你请新亲家袂使用鸭卵啊，是，对无？你请新亲戚哪会使用鸭卵？就是惊伊讲鸭大鸡嘛。讲到这啊，那老师啊，像讲吼，迄囡仔出世了啊，一直哭啊，哭袂煞吼，伫遐闹啦吼，啊，这足歹带安尼，啊，有啥物方法吼，会当互因较好带安尼？这个吼，有的是咧拜床母，啊，拜床母，甲迄头看伊讲，啊，囡仔一直哭袂停，拜床母拜拜咧，啊，若佫较歹腰饲的时，就爱去七娘妈遐
去做客囝。是哦，七牛肉甲这个成母有啥物差别啦？我拢分袂清楚呢。七牛肉管较大。哦，主管就对啊，成母的主管是七牛肉。七牛肉伊会当管较快。哦，可以去拜做客囝的时，伊就甲你祝福，互你到16岁。是吼。拜成母这金有嘛有特殊的用法嘛，对无？这无共款，这成母衣，成母嘛爱打扮爱穿衫，是吼。其实亲娘咱七成吼，亲娘嘛拜亲娘嘛吼，迄招母衣，是，迄互招母穿的，是，迄嘛是一领一领，就是招母的衫，伊的门吼爱换掉，所以讲法无共款。亲娘嘛是住伫咧庙内的，成母是住伫咱助理，是啊，爱交代一下，你拜成母袂使用猪，为什么？伊猪会摕来拍囡仔。哦，是哦。系啊，迄囡仔有当时也成母做记号吼，有诶讲迄是成母用猪拍甲乌青，所以拜成母爱较紧诶，时间爱真紧，袂使放猪。来才歹术好啦。嘛，规矩。老师啊，当然囡仔出世了后，佮剃头章。是。这个有啥物款的抠门啊？有啥物用？剃抠门啊！我拄则问啦，老师，伊讲伊嘛甲伊诶囡仔有做抠门啊，抠门也是为爸母的身躯带来嘛，伊开始做一个新生儿，开始是这个社会的时阵，伊抠门爱剃掉，表示伊家己做伊家己安尼，头壳定身体健康的意思。迄个抠门啊，就做纪念嘛，希望伊后摆到读册就摕去文昌帝君遐拜拜安尼。是吼，所以讲这一切啊，有影吼，拢是为着囡仔的未来啦吼，都是希望讲这个囡仔吼，会当好好啊大汉吼，健康长大吼，有影是啦，这出世吼，这是一个人生的大事啦吼。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疼人心。伫咱台湾，厝内囡仔满月，是大人拢会传家酒甲油饭来送互亲戚朋友。有的人搁会伫油饭内底放一了红卵甲鸡腿。红卵是代表圆满，吼，红卵一定要经迄吼形水，搁无破壳的安尼。来亲诶，鸡腿是代表富贵的意思，吼，是表示讲吼，咱食亲拢无烦无恼。每一盒送出去的油饭，拢代表着是大人想要甲亲戚朋友分享的欢喜甲福气，嘛是对囡仔的祝福。咱看到迄影片内底吼，拢讲着讲这个做月来啊，满月啊吼，以后囡仔吼，就是讲厝边隔壁头尾啊，拢来送一下油饭啊，来甲伊讲报喜一下吼。比如讲但是咧送油饭吼，听讲以早个有回咧，阮即摆吼拢拢甲人油饭收来了后，讲恭喜哦恭喜就煞。爱送红包，对，当然红包是有啦，但是其实吼，这传统的礼俗内底有这嘛吼，人讲人送你油饭的时候，你爱献人什么礼安尼，爱回礼安尼吼。来，咱来这喜欢一下老师，感谢恭喜恭喜恭喜！安尼，互你努力，安尼我甲你收你的油饭。我爱这本来就是咱日常生活上该需要的物件嘛，所以送你这就上实在祝福啊。有影是真心实，你看这鸡卵转去了后，佫会当有祝福的意思，这祝福我有收到。送鸡拢会掠活鸡，一只鸡去，表示你起家嘛，新的家庭后一代起家送鸡，即摆拢简化嘛。什么祝福拢爱有嘛，就是伫个内底，互你脚骨勇行咧。红卵嘛是烫脚的意思啊，你新生儿啊，个普通这拢是咱生日嘛是共款啊，你光头壳讲互你破烫脚啊，像讲这日戏，其实日戏就是一个财库，一个算地嘛，算小的算地啊，算地就是你钱落来摕落起来，伊算地较长对唔对？你钱摕落吼，你钱银角落来歹摕起来嘛。就是钱
有力气无出来的意思安尼。是吼在口上，这毋是凊彩藏的啊。是吼，所以讲溜鱼啦，哦，啊，还有即个鸡腿、啦，你红健康啦，卵、烫壳啦，烫壳哦，啊，这基本的这基本的都爱有配料安尼。那老师啊，囡仔若咧满月了后吼，啊，这个后头厝啊，珊瑚啊，后头厝啊，到底爱搁准备一寡什么款的物件？囡仔的头尾就是帽啊，哦，吼啊蹄嘛衫哎，啊鞋啊是袜啊，嗯，啊这个出世，这囡仔爱有一个手套，手套，嘿，嗯啊洗身躯的迄个小细巾仔，是是啊，包身躯的包的身躯的毯啊，拢总爱。是。规套都对，规套上头尾嘿头尾规套拢爱。哦，是吼啊，安尼差不多满月过了，啊，就差不多3、4个月啊了，啊，搁做什么4月日爱收暖，啊？满月了后3、4月都爱个收暖。收礼礼，互你明年招小弟。那都安尼啦，无爱讲啥啦，饲袂起啦。阮这个乡下人饲袂起，无啦，这是讲生笑。哦啊，过来就差不多，搁做就是多济啊，对无？嘿，嘛是头尾啦，哦，头尾。头尾咱啊，迄个上头尾，外加上头尾，我计上头尾。是。啊，有当啊囡仔爱有迄个脚踏车。是。啊，其他囡仔爱用的物件拢会使送。拢送。是吼，即除了拜床母以外，啊，还有啥物特别的方式会当即个保庇囡仔会当平安大汉？有啊，囡仔若歹药吃，暗时爱妈妈好。有啊。有诶，就是拄则拿老师讲的吼，咱去庙会拜一个神明，拜一尊神明来做客爸客母安尼吼，互伊做神明做客囝。啊，客囝你有啥物物件爱砸倒来，就是爱求一个当神，啊，就是挂一个当神，啊，就保平安的意思。我是即尊神明的客囝啊。降落鬼怪拢袂挖心的意思。到去定着讲，迄款神明无爱甲收的，像我即款即个正。你爱跋杯啊，跋甲神明应准啊。无杯跋甲有杯就一定爱甲我收。迄就是你迄工可能就是无诚心，还是你什么代志无做到，吼，还是心情无好，甲厝内面的人冤家，明仔载调整心情，明仔载过来跋杯。有庙公会甲你讲啊，庙公会甲你教无问题。是吼，啊，咱讲迄个做头尾啊，做头尾啊，讲穿迄上头尾，不是做头尾。上头尾哦，做头尾代志大条。有影吗？有这个差别吗？迄上司讲的。上头尾就是帽啊啦、鞋啊啦，啊鞋啊有好头的啊，犀头的，啊好头的就是互你健康嘛、勇健嘛，啊好就是旺利嘛，吼，啊无手旺的就是犀头的，啊犀头的什么意思？厝内藏只犀，好业无人知，哎，招财。有影，好业唔好人知。要招财，要招健康啊！是啊，是。哦，有影咧，而且话这吼，查某人的代志吼，是有影踏踏地地有真济吼，咩咩角角的代志爱去处理啦吼，真辛苦吼，啊，共保一个吼，保庇这囡仔会当平安大汉啊，这种是拢真济工课爱做啦吼，所以讲吼，唔通想讲，哎呀，简单过就好，其实有需要传统的物件吼，也是该恢复啦吼。咱豆豆啊去消失去的物件，就是因为咱无去注重，所以讲以前吼有一寡有智慧伫内面的物件，颠倒就安尼消失去，安尼才无彩。这就是属于伫咧讲吼，啊有影是吼生赢还着加酒芳啦，啊来生输吼，啊着四地放迄个观察放啦，有影真辛苦啦吼。所以大家吼唔通想讲这种是古早班的老头脑。其实吼，咱现代社会嘛，唔通无去甲注重，这是咱台湾的宝。感谢大家吼，报道歌仔顶用台湾俗语参考，时间用起来博感情。后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仔顶。感谢老师，感谢。哦，有影是真有学问的，真胖的，一直比都胖。